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回已经有讲过几若遍信仰的学校吼，咱有提起着保罗讲，咱爱将咱歹的习惯藏起来，然后爱穿一领信仰的制服。咱有讲过这领制服的几个特质，咱有讲过灵敏，有讲过温柔，顶回是讲谦卑，咱今日要来讲温柔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，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的心柔软，会通接受你的话，互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间发芽不厌，结实累累，互阮用阮所结出来的果子来荣光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。阿门。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温柔，这是咱基督徒的制服中间的一个特性。毋知大家对温柔的感觉是安怎？一般人可能会感觉讲温柔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讲话较细声、温温和和、较安静、较内向，无啥物脾气，就叫做温柔。但是这是一般人咱对温柔这个字的看法，但是圣经中间的温柔，甲咱所讲的温柔无完全相共。咱来翻译做温柔，其实伫圣经这个字有几若种无共款的意思。但是伊主要是甲上帝有关系，就讲咱甲上帝的关系，这个特质。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咱该爱对人的态度。所以圣经中间这个温柔这个字，希腊文叫做 praetos， 这个字真困难翻译。伫圣经中间大概有几种无同款的意思，因为咱知影圣经是一个翻译的，有时阵一个字真丰富，伊可能有无同款的意思。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伊会翻译做无共款。譬如讲，这个字伊若伫这旧约内底有出现的，就是譬如讲摩西被称作是一个谦和的人，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。谦和这个字其实甲温柔这个字是相共，所以咱卖咱翻译做讲，伊是一个温柔的人。但是咱伫圣经中间看这摩西脾气嘛，无讲介好，有时阵嘛会常常会生气，所以这温柔这个字就毋是完全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好好来想这个字。这个字伫圣经大概有3种无共款的意思，其中两种是咱甲上帝中间有关系，佮一种是咱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咱好好来领受。第一项要讲的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伊是柔软，会当比较较容易被改变、被塑造、被调整。譬如讲，咱伫圣经中间常常会有这款的譬如，譬如讲，咱若看以赛亚将上帝譬如做肥仔的师傅，咱是啥物货？这做肥仔师傅手中的这个图。这手中的图就是安那，上帝要咱捏造做什么款的形状，咱就爱受伊塑造做迄款的形状，毋是真定的哦。你若石头，石头若要改变，就爱用钢的、用刻的，但是你若是迄个土粘土，就真容易被上帝塑造，那是柔软的。所以。温柔的第一个意思，就是真柔软，真容易被塑造甲调整。咱拄则所读的这第2段经文中间，伊安尼讲，所以恁会脱去一切误会甲惯乱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接受迄个所栽种的道，就是会当救恁灵魂的道。伫遮咱古书的作者。将迄个上帝话、上帝道，
来譬如做，较先接政治相款。咱政治爱种伫土林对无？种伫土林吼，毋是所有的政治种伫所有的土，拢会当挖起来。你若种伫迄个真定的土，比如讲咱这外石啊，你政治来也伫遐，过偌久伊嘛袂生出来。但是如果咱来种伫一个真柔软，吼已经掘好、已经松土的即个土内底，即种子被种伫内底，伊渐渐会吸收迄个养分，就会发芽布衣，然后大长起来，就结实累累。这耶稣嘛讲过即款的比喻，因为讲种子也伫无共款的环境内底，会产生无共款的结果。所以毋是所有看上帝的话，所有听牧师讲解上帝道的人，拢会改变。毋是安尼，是爱有迄个柔软的心。所以雅各书的作者苦劝咱，讲上帝的道亲像种子相款，要种伫一块土地，种伫咱的心肝内底。你心肝若伤过硬，无法度接受即个话，即个话就袂产生效果。所以你要先将你的心态柔软落来，接受上帝的话，安尼即个话自然而然的产生，伫你的生命中间产生效果，带来更新改变的快乐。所以，伫遮温柔是指一个柔软的心，会当接受上帝的真理，互上帝去塑造你、更新你、改变你。那安尼，咱来想看觅，到底什么物件会互咱的心硬啊？就是骄傲，骄傲会互心硬。因为骄傲，咱顶回有讲过，就是一个人用自我做中心嘛，想要挖好家己嘛，挖好家己的才能，挖好家己的智慧，挖好家己的地位，挖好家己的钱财。即款的人，伊就感觉我无需要上帝，上帝话伫伊的心肝嘛无啥物路用，伊就无可能去互改变嘛。亲像旧约圣经内底，啥物人心硬？埃及的法老嘛，对无？埃及的法老啊，伊感觉伊是世界上强的王啊，世间无比较大的权力啊，所以伊想要超越上帝。上帝互伊透过摩西来苦劝，互伊看遐侪新力，伊心硬就袂改变嘛，自然而然就失败嘛。所以温柔的人，就是心柔软的人，会通接受上帝的话，被上帝的话改变的人。所以咱要用温柔去取代这个公义，互上帝的话才着圣神伫咱生命中间动工。所以牧师有两个建议，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咱要真认真去重视上帝的话，认真去读上帝的话，接受上帝的话。咱毋是将上帝的话安尼简单看一下尔。咱教会有推动即个每一天的读经，咱有进度，咱阁有鼓励大家会当读迄个新眼光的读经的读本。牧师团每一天拢有录即个关系咱的读经进度的圣经的解说。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。你毋通讲我逐工拢有看，看了就结束啊，毋是安尼。你要互上帝话伫你的心肝内底，安尼不断去反省。讲今仔即段话是要对我讲啥物话？是对你讲，毋是对别人讲哦。咱毋通替别人读圣经啦，咱毋通读圣经的时候，咱咧想讲即段吼，就是咧讲啥物人啦，即段啥物人爱来听啦，其实每一段拢是咧对咱讲的，就是讲上帝要对咱讲话，咱得爱心柔软来思考讲，即段话对我有啥物款的启示？我爱做啥物款的改变，才当来回应即段上帝话。安尼上帝话就当带互你祝福，带互你帮助。第二项
就是咱爱愿意被更新啊。有个人吼，咱常常圣经嘛安尼讲，亲像照镜，照镜咱着头毛着如惨惨，你照镜了，你也无要来偌较整齐。照镜了，你看到你有啥物缺点，你来个改变。所以上帝话，咱讲提醒讲咱爱做啥物款的调整，咱着爱被更新调整。如果你若当安尼做，结果就是安怎？你规个人着更新，你着愈来愈成长，愈来愈成熟，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第一温柔的人，咱爱做一个温柔的人，就是心爱柔软。第二项，有若是甲上帝有关系，就是温柔的第二个意思，就是谦卑啦，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，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，亲像羊同款，羊群吼，你若会当听迄个牧者的话，牧者就会带你去有草的所在，会当食饱。有水的所在会当止喙焦，所以羊群就爱顺服牧者的心意，安尼会当得到保护，得到照顾，得到养饲，得到成长。有的羊就较搞怪，4个月黑白撞，就落落去深溪内底，落落去山谷内底，牧者就爱去来找转来摸转来，但是伊安尼就会受伤，就会艰苦。所以这一只顺服的羊，就是咱爱亲像羊咧顺服牧者同款，顺服上帝的心意。咱伫第一个阶段柔软咱的心，咱听上帝话了，咱就爱照安尼去行，互上帝的心意当落实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圣经中间马太第5章第5节讲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温柔的人，就是指有谦卑的心的人，伊愿意顺服上帝的人。咱拄只西罗亚所吟的诗歌是，咱知影圣经中间山上部分的8福嘛，第一福是啥货？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。这个心内颂扬的人，甲温柔的人，其实意思做类似啦，所以因拢有一个福气，会当承接上帝的国。因为安那温柔的人，就是谦卑的人。谦卑的人，就是顺服上帝心意的人。有一个福气，就当承接土地啦。承接土地，你毋通误会讲安尼，温柔的人的房地产会足济，毋是安尼。是因为温柔的人伫圣经申命记中间讲，那顺从上帝旨意，甲行好，是以色列人承受应允的第一条件。咱今仔伫新约时代，咱是顺服上帝心意的人的安那，会甲上帝同行嘛，会甲上帝同在嘛，会甲上帝同在，就是咱就是伫上帝国内底。去承受上帝国予咱的产业，所以做一个温柔顺服上帝心意的人，咱就是有一个福气，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咱会当承受上帝国的产业。头前这2项是甲上帝有关系，就是第一个，咱来接受上帝的话，用柔软的心；第二个，就是咱来用谦卑的心去顺服上帝的心意。第三个，就是咱甲人中间的关系。第三个温柔的意思，就是一种人会去体谅别人，处处为着别人来设想。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1节，保罗伊捌安尼讲。伊讲：恁愿意选择倒一个？我是爱带着边去，还是爱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去？咱知影保林多教会内底有发生真济问题，所以保罗真替即间教会人烦恼，
伊想要去探访伊就先写批甲哥林多教会信徒讲：你是爱我带边去来因揭发，还是爱我带温柔的心去来因挽回？当然，咱知影保罗是非常温柔的人，有温柔挽回的心，用苦劝的方式，望哥林多教会当转来到上帝的正路内底。伫圣经中间，咱常常嘛看到即款的苦劝，比如讲《以弗所》第4章第2节，讲凡事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互相宽容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25节讲，用温柔劝诫迄个抵挡的人，检测上帝互因悔改心，会当明白真道。意思讲，咱面对着教会内底有冲突，有甲别人有袂拄好的时阵，还是讲有某一寡人犯错，咱做属灵的人，都爱用温柔体谅的心，设法帮助因。等爱到上帝道路顶面，所以关系这牧师嘛有2项真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就是爱用体贴的态度，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。因为人甲人的互动关系中间吼，咱来保持一个温柔的心，就是讲咱来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这代志。因为人甲人的交往中间，咱若让常常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，自然而然吼，就比较较通理解为什么伊会有今仔即个作为，还是讲即个问题。人甲人中间的产生问题，就是咱常常用家己的立场、家己的经验、家己的角度去做判断。咱毋知别人有别人的立场，有别人的背景，有人有伊的经验。咱若过度的自我主义，咱的看法就真矮细，就无法度真客观来判断代志。所以，这温柔的心吼，第一项就是讲，咱来徛踮伫对方的立场。咱亲人中间嘛是共，先生徛踮伫太太的立场，太太徛踮伫先生的立场，爸爸徛踮伫囡仔的立场，爸母徛踮伫囡仔的立场，囡仔徛踮伫爸母的立场，安尼来想，咱就知影讲其实咱是彼此相疼。只是每一个人做代志的态度无一定完全相共，因为咱的立场无共款嘛，爱减少真济遮的纷争。第二项就是万一若真正有人犯错，温柔的人爱用温柔的心、温柔的方法来处理。加太第6章第1节，保罗先生安尼讲：兄弟啊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赢，恁属灵的人都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回来，搁着家己说理，免得也受引诱。这温柔的心，就是讲用充满了疼、忍耐、善良的心，情愿为别人牺牲时间、牺牲精神、牺牲财物的心。去体贴别人的困难，同情人的软弱，安尼才会当来挽回回来。这些譬如讲，咱最近拢有甲即个壮阔台湾，咱的教社有甲壮阔台湾合作，做即个急救的训练。急救的训练是讲，若万一拄到意外的时阵，譬如讲若有地动、厝倒落，还是讲发生车祸。还是有战乱的时阵，有人受伤，咱爱去帮助人去救人。这救人的人爱特别注意呢。譬如有一个人车祸受伤，受困伫车内底，你要来救出来的时阵吼，你着爱先检查讲，这个人身躯有啥物款的伤痕、伤害，譬如讲伊骨有锯去，若伊身体有受伤害，你搁硬来救出来。伊个第2遍伤害，咱咧挽回一个人嘛是相共，咱爱先注意伊的心理，因为有个人若无说理，去互这过犯较硬的时阵，
咱若真紧的有种定罪的态度，还是讲咱无了解，还是讲轻视伊，安尼不但袂当将这人挽回，有时阵吼，就将伊逼出教会，还是讲逼离开上帝。所以咱来理解一个试探中间失败的人，伊家己感觉艰苦见效，属灵的人毋通阁互伊感觉过度的歹看，直到伊伫即个见效中间毋肯回头，爱用较温柔的态度，来包容伊，互伊伫即个包容内底慢慢恢复。这是处理团体中间发生问题上较好的方法，就是用温柔的态度来处理。安尼，咱会当减少冲突，得到和平。所以今仔牧师甲大家讲，这温柔这个字有三个意思，两个甲上帝有关系，就是咱爱存柔软的心接受上帝的话，然后爱用谦卑的心去顺服上帝的话。第三项就是爱用温柔的心去挽回迄个失败的人、跋倒的人。伫教会中间，咱要实践这个温柔吼，咱会当做什么款的服侍？牧师老大家讲，上介好会当实践温柔的服侍，就是祈祷。因为祈祷一方面让柔软家己的心，接受上帝的话；祈祷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，顺服上帝的话。祈祷是上好挽回失去信心的人，所以咱会当常常替别人祈祷，参与教会祈祷会，还是讲中保代祷事工。这是上介好温柔的服侍。咱下面来看两个见证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怡莹，要跟大家分享我透过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，见证神的恩典。我是北漂来台北念书的高雄人，在念书的时候来到双连教会聚会。后来进入职场之后，我开始为了自己未来的婚姻祷告。那时候教会蔡牧师刚好推动中保代祷事工，鼓励会友可以填写代祷卡，会有代祷团队为了我们写的需求来跟神代求。那时候我一开始是先写上为未来的另一半祷告，后来遇到我现在的先生钟庆，我相信他是神为我所预备的。他不仅仅是有责任感的宠妻魔人，也是一起养小孩的神队友，更是我们一家在信仰和生活上的领头羊。为此赞美感谢主。然后结婚之后，我们开始找新房定居，我也有写代祷卡。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，也被拒绝了很多次，但终于在前年找到现在刚好适合我们一家的房子。另外，我也在3年内接连怀孕，生下2个孩子。怀2个孩子的期间和生产过程，我也有写代祷卡。感谢主，2个孩子的怀孕期间都没有不舒服，生产过后身体也能够有好的恢复。现在哥哥2岁，妹妹9个月。虽然身心疲累，但感谢主让我能够成为母亲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除了刚刚分享的，不论还有像家人生病，我和钟庆工作上的事情，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，我有想到的时候就会写代祷卡。而这一路上，只要祷告有成就，我会写感谢卡，不仅仅是向神献上我的感谢，也求神纪念整个中保代祷团队的服事。中保代祷的网络和带给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，因为当我把这一些代祷事项写在代祷卡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被接住的。有一群人也为我跟神祷告，不论是不是认识彼此，在每一次的祷告、等待以及被神回应的过程中，我都在见证作为教会肢体的连结，以及发现神的恩典一直都在，而且是不缺乏的。
也才能够在下一次我遇见挫折、困难、走到低谷的时候，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，放手交托，并静心在主的作为。所以我很感谢教会推动这样的事工，谢谢大家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分享参与中保大道事工的领袖。一礼拜1点钟的祈祷服侍，毋是淡淡，是恩典的时刻。中保大道事工开始进前，牧师有邀请我加入。迄时真在意家己甲家庭的困难，找侪理由来提示。牧师表示，上帝毋是伫找牛人，上帝是伫找愿意甲谦卑服侍伊的人。经过几啊个月的思考了，我加入中保大道的服侍。伫参与中保大道进前，我总是期待先生甲囡仔的改变。我的大汉查某囝伫细汉的时阵，因为脑炎造成有癫痫甲情绪障碍的问题，真有家己的意见。但是我希望伊听话，所以常常甲伊有冲突。我的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但是我真看袂惯伊无原则，时常会来甲伊指责。常常我嘛会来念我细汉查某囝伫课业顶面缺乏企图心，读册无够认真。阮全家是伫88年的时阵做伙洗礼，了后嘛捌举行过家庭礼拜，但是无偌久就收档，因为我总是摕圣经的话来指责厝的人。伫109年初，我的先生表示，伊无要甲我做伙读圣经甲祈祷，因为压力真大。当加入大道事工的时，看到大道的事项，我错一条，因为侪大道事项比阮兜的困难更较侪。我上帝讲，阮兜的难处我都无法度来解决，何况兄姐遮更较艰难的问题，更无力帮助。我就恳求阿爸爸上帝赏赐予我有迫切的心来祈祷，嘛为这个事工有负担，无淡淡。圣洁的上帝，只有圣洁的百姓才会使来见你的面。愿阮每一位大道同工拢会使称作圣洁，谨守遵行上帝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行事法则，祈祷会使合你的心意。愿你应允阮大道的事项。我嘛渐渐调整想法，感恩是对付心灵郁卒的庇护。我是罪人蒙主恩。对看人看事外在环境的眼光来转向上帝，我会使安然活甲担是上帝的恩典。感谢先生愿意甲我面对有状况的囡仔，嘛真感谢伊对我的包容，阮的婚姻才会使行到大。我嘛常常对我的大汉查某囝讲，感谢伊对细汉的时阵传福音，互我甲爸爸信耶稣，称作是阮一生同水的祝福。我的妈妈甲大家后来嘛拢信耶稣，感谢细汉查某囝，伊真大心。对读幼稚园开始，伊就是我属灵的同伴，即马25外岁，嘛时常互我有好的建议，祝福伊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。真奇妙的是，阮兜的家庭礼拜对110年正月中旬。每一天暗时到即马，逐天有家庭礼拜，已经连续3冬外。几乎每天，阮拢有诗歌的敬拜、读圣经、祈祷。有时教会的事工，也是兄姐二担当的事，嘛是阮祈祷的项目。即使家人分隔两地，我们拢会透过网络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。对大道事工有感动的兄姐，欢迎加入大道者的行列。相信上帝嘛会赏赐予你意想未到的恩典甲祝福。咱看这两个见证吼，咱知影大道是充满快乐所以咱会当积极来参与吼。你若知影有需要大道的人，你会当替伊写大道卡你嘛会当来参与拜四的祈祷会。若你拢无时间，袂要紧，你伫平常时的时阵，是讲你伫小组的时间，拢会当有祈祷会替别人祈祷
会当常常替别人祈祷，咱自然而然会当锻炼咱温柔、柔软的心，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透过今仔日你的话，搁一遍来调整我，求主帮助我有柔软的心来接受你的话，被你调整，也会当顺服你的心意，常常用温柔的心来对待阮所接触的每一个人。求主帮助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